台湾人爱食火锅，台中西屯路3段短短200公尺，竟然就开9间的火锅店，号称是全台湾火锅店密度上悬的一条街。开始帮你送到深海沙丁大魔水。两盒大虾料理，规大盘，那食过人拢会想要搁食。海鲜很新鲜，肉的部分也很棒。台湾人爱食火锅，尤其是寒人，上有代表性的台中公益路边境100公尺就有一间火锅店，不过这个不是密度上悬的一条街。西屯路3段这家火锅店，往前再走20公尺，又是另外一家火锅店，短短200公尺就开了9家火锅店，成为最密集的火锅一条街。伫中科商圈的西屯路3段有9间的火锅店，这9间火锅店拢开伫短短200公尺内，应该是台中密度上界悬的火锅一条街。这边租金相对公益路来说还是划算多了。从在成本考量上面，觉得房租太高，所以说公司就决定撤开那个店。这边的话，它比较宽敞一点，那后面也有停车场，很方便。因为这停车真方便，厝税敢若公益路的1/7，加上公益路这店面汰换率真悬，火锅一条街已经渐渐互民众集中wat来。是讲公益路以外是一级战区，这场火锅大战，就看业者要捧出新款的好料理来吸引消费者。